这腱子肉变出来的。反正真不幸是不是兄弟啊？是不是兄弟？我告诉你，你今日不幸，咱今这兄弟不做了。你是没看见昨天的阵仗，对面20来号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咋听说你给那谁打电话说哭了？看，看我的。学着点，去。你们干嘛？你们再不走，我要报警了！你们别过来！哎，干嘛呢？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女孩。姚小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吃饭不在这儿，在哪儿啊？我是说，巧合。哟，怎么着？认识一块儿的？什么事儿啊？这女的欠扁。是你偷看我？谁稀罕偷看你？你自己穿个这么短的裙子在这晃来晃去，我觉得是你在勾引我。对，是吗？就是他勾引我们虎哥。我认识她，她是个好女孩，不可能勾引你。你